幾時啊，斌仔？嚇？幾時啊？第一次。班長啊！好啦，聽講嗱，我哋望出去咧，亦都見到綠手龍舟咧，亦都平排喺個起點處啦。咁啊，呢場係百利讓保利杯，百利讓保利會長杯嘅，係咁啊個龍舟有邊幾隻啊？聽講分別有以下6隊參賽隊伍：第一線有飛青，第二線萬眾一心龍，第三線警察龍舟會。第四線長征龍，第五線泡泡龍，第六線係南風嘅。嗱係啦，咁啊根據今朝早咧爬出嚟咧，咁啊呢一場賽事咧就係計分賽嚟嘅。咁啊換言之，呢一場爬到第一嗰隻咧都未必係可以攞到大班旗嘅，咁係計埋個總分計嘅。絕對同意，所以呢場賽事十分之緊張，十分之緊湊。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唔可以浪費。殺人甩蛋有咧，係啊，有喺度喎，但係啲料唔齊啊，癲咗喎。日日要做咗先力咧，大力跟住落嚟，我想邀請第34場賽事雙項錦標賽嘅金杯決賽嘅隊伍到召集處召集，分別有以下幾隊，分別有泡泡龍、魚鷹挑戰龍、海虎仔、平洲華美珠寶、晉升汽車音響聯誼龍同埋香港天壽堂。有請頭先6隊嘅參賽隊伍馬上到呢個召集處召集，多謝合作啊！嗱好啦，已經開始咗啦。冇謝謝，唔該，謝謝。嗱咁我而家望出去咧，咁啊去到一半嘅路程啦，咁啊見到一線嘅飛青係略為領先少少嘅，咁啊餘下落嚟嗰啲亦都追得好緊。冇傾偈啊！我見到第6線、第5線、第4線，係一樣要追得上嚟。加油！上啊！落力為小隊伍打！一模一樣都係高水準。
係啊，高水平嘅賽事，所以話日春呢啲決賽一定係高水準㗎啦。咁我哋肉眼所見咧，就係一線嘅飛青係略為領先少少嘅，但係最終都係由我哋嘅終點裁判有咗結果，我哋先可以公佈嘅。哇！呢場最早6獎，我嘅啊！你偷到一早6獎。嚟老站，即係呢轉攞到個杯咯喎！攞杯啦！呢轉係金杯啊，8名。啱錯啊！點解你而家？知其多，知其多。喂，飛車邊度啊？拎旗啦！拎旗啊！翻出嚟先啦，飛車嗰邊。有請飛青嘅隊伍，飛青嘅隊伍即刻到小人台接受咧大單旗嘅頒獎。大力支持，先拍掌。揸啲啊！揸啲啊！揸啲啊！好強啊！好有他啊！遞落去得㗎啦，遞落去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有冇小心？會有多少隻啊？嗰個。幾啦？我打你有白藍女子，人要死啦！剛才白眉羊保利會長杯咧個名次如下：第一名係飛青，第二名係泡泡龍，第三名係長青龍，第四名係萬眾一心龍，第五名係南風，第六名係警察龍舟會。其實名次咧睇到個分別並唔係最緊要，因為當初大家衝刺嘅時間其實全部都好接近。一路行到